佢而家因為選舉嘅關係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要撳低啲利息啦，即係包括呢個你而家見到呢個借按揭個債務啦、信用卡啦，甚至直接去搞聯儲局去撳低個整體利息啦。不過實際上成事嘅機會唔係太高啊，大家都要計數啊嘛，即係咁嘅環境就要個收咁嘅利息，咁日價就要計翻咁嘅按揭嗰個息率比例或者信用卡息率比例，咁冇可能話你總統去殺一句出嚟，咁你即係強行去擾亂個市場，個市場就會聽你講，即係我諗佢係打嘴炮，做一個姿態牌面就攞選票個作用大啲咯，實際上就唔會有太多影響嘅。咁個樓市咧，其實嚟到呢個位，佢要做呢啲嘢咧，都有啲似即係當年政府要搞8萬咁啦，因為個樓價實在太貴，去到頂嗰個位，近頂嗰個位。咁美國個樓價其實06至09跌過之後，09升到而家都升咗10幾年，16、7年都差唔多。咁通常一個樓市週期都係唔特別長嘅，都係15至20年到嘅啫。所以其實而家個第一個大風險就係話。